棒球队的小朋友江博义，他就是江启庆。你们看看，他上课的时候就是这副模样。不信，我们来问问他的好朋友。琪琪的功课好不好？不好，对他来说是不好。考试都考几分？1分，60到70几，60到80。他上课的时候认不认真呢？不认真。他不认真，他超级不认真。会不会一直跟同学讲话？会。你最好，有时候你就会。那他上课会不会东张西望呢？会。他上课的时候，老师问他的问题，他都会吗？简单的都会，难的都不会。你难的有些好不好？你觉得你考得如何？这样你很满意了吗？很满意，至少没有0分。好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我係江琪琪，我東校打拳頭。不過我學校打熱球，而球中學我是係東英俊哦。那吉庆他也算是就是对棒球很执着的小朋友，他可以为了棒球就是去改变他本来也许就有的那些坏习惯。你當日都會同學打球，同學準備打球的東西。你唔但想同學打球。還係同學的朋友哦。一是 A 的教練啟峰老師，莫看佢長得有點兇的樣子，係講莫佢是莫用按熱球吹。讲等4月比賽咧，係講有時間線上都會配電打球，除了當日練球，因為學校把會，線上為了要訓練我們的體力，經常要我們在沙灘上游來游去。這個時代很強哦。很有邊嘅學長，拿回來學校，練手練球，我得有學長，不然我就來不及接球和阻殺別人了。大家看我的 pose 速度是不是進步很多了呢？比較辛苦一點，不要就是說沒有去辛苦過，然後就想要變成想當然，這沒有人會辦到的，知道嗎？比較辛苦。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是打球聯賽由海事下潤安為各位打球各位同學順利去考比賽。
有没有其他问题？没有哈，那敬礼之后比赛开始，敬礼。他跑的啦。第六。比赛当天，校长还来开球，过。所以他们投手只要投进来，差不多他们都会判啊。所以打击投好球，他们球是不会判，好球就要勇敢去投啊，不要等到球之后裁判已经来判了是他，我今天找他判好球，他就换了，一样啊。上个对上下下就说比赛不是你的啊。然后我今天跟你讲啊，早上你看到投手球是比较慢的，投手出手抬脚跟定来一点，再转脚会放。OK， 当下有性，我那球速比较快就不一样了啊。OK， 加油，早一点把它打完，可以休息一下。那我们今天要打3场，你不要打下颚啊。来，攻守交接，我们放下手套、护具，准备上场打击。比赛开始，因呢打到东河，东明国小被我们玩疯。接外球，线上有风顺，幸的5号打中国的球。大波，虽然我们没法全国赛，但是大波这一场可以当练习赛来打。OK， 东西收过去，然后就回各班叫去手洗一洗，没洗去吃饭，吃完饭就出来外面吃了。他主跳拄到幸福国小。虽然因哩动3万，不过机动因实在挺强嘞。看到这样子，我们赶快喊起口号，想要转移他们的注意力。比赛最后虽然输了，我们还是很有风度的哦。真的，再醒5点。我电好惨，哦，好痛。电得很惨哦。过去，江上被打到哭了。民球场被老师骂过，没有，畜生球，畜生球。然后这边手好像有。